来关心台股，今仔开盘是有平盘，收盘有收掉2万点哦。最近股市有较稳定咯。外界嘛正关心讲金管会限空令什么时阵要解除？金管会主委潘金良今仔日反应是表示讲，佮需要一寡时间来观察。美国总统川普就职满100日，立国签署行政命令，调降汽车关税，市场受到鼓励。美国道琼工业指数收盘起38点，三大台股大盘开价行悬震动。外界关注市场限空令什么时阵会解除？金管会主委潘金良强调2大关键。我们需要比较长一点点的时间来观察国际上的一些，特别是我们国际之间有关关税的谈判的结果，以及相关其他经济参数的改变。各界关注市场表现，也有立委关心，位于2015年台股市值24兆，一直到2024年超过70兆，个人基金维持5000亿。不过个人基金8摆护盘，到底金额相关伫2000年的网络衰皮，到底1227亿。立委建议金管会谨慎评估，敢是扩大规模。22年俄乌战争只用了545亿啊，这个数字会说话，5000亿绰绰有余啊。市场的规模跟现在应该是有很大的差距了哈，所以如果说能够加大这个市场稳定的机制，我们是支持。另外，针对保险法修订内容，目前正院提案版本，保险的人欠债欠税，也是放罚款的时，人寿保险契约的解约金，这款金额无超过固定上架生活费，被当作为扣押，也是强制执行标的。金管会表示，希望确保民众维持生活安定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